China to exercise. The Hong Kong thing is a very tough situation. Very tough.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m sure it'll work out.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including China, by the way.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Military troops apparently close to protesters. No, it's He was worried about a that. very tricky situation. I think it'll work out, and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liberty.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including China. I hope it works out peacefully. Hope nobody gets hurt. I hope nobody gets killed.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香港市民也好，北京方面也好，大概都没有办法再退让，而香港局势呢，恐怕会变得比现在情况呢还要再糟糕一点。这个牺牲呢，很可能会包括到林郑月娥的性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郑重建议林郑月娥女士，如果有机会的话，尽快利用最早的公开机会提出辞职。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透视中国的视频，我是明居正。各位看到我的服装一定非常惊讶，但是因为事出紧急呢，不得不然。我们看到这2天，也就是8月10号跟8月11号香港的局势，我们感到非常的忧心，因为香港局势的发展果然向着我们前面预测的向比较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香港市民也好，北京方面也好，大概都没有办法再退让，而香港局势呢，恐怕会变得比现在情况呢还要再糟糕一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为了掩盖他的罪行，我们认为他们会牺牲几个方面的人。第一个，我们认为他们会牺牲的就是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那么这个牺牲呢，很可能会包括到林郑月娥的性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郑重建议林郑月娥女士，如果有机会的话，尽快利用最早的公开机会提出辞职。那么这样子或许可以保住你。我们没有多大的把握，但是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帮助到你。第二部分，我们认为他们会牺牲的就是香港警队里面的高阶警官跟在第一线卧底的这些员警。那么当事情到了一定的这个转折的时候呢，你们会是下一个牺牲品，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这机会，尽快想办法自保。那么最后呢，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呼吁，希望国际社会更大的关注香港的局势，并且提供必要的人道的跟其他方面的支援。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发展的话呢，我们会陆续跟各位做出分析跟预警。那么今天节目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